后来乡亲啊，明仔载就是周末假期，来去踅老街，来去嘉义德家的本基湖老街。讲这个所在是南台湾的高分啊！尤其是当地小食面，像这个瓦萨比豆腐、米饼、火车饼、茶米铁卵等等，还佫有本基湖的铁道便当，拢真出名。火车慢慢开入这个有100年历史的本基湖车站。随着一班一班的火车在车站附近的穿落，也拢变成商店，就是伫火车站下面的本基湖老街。沿着一站一站的楼梯，这老街内面的店家是一间搁一间，弯弯翘翘、关关价价步道内面，每一间拢是老店。这有名的老饼店内面所藏的这图啊是阿妈级的，其中有祖先的智慧。怕小朋友偷吃，橱柜的门全部打开这边，老鼠在这边，从这样子才能打开。踅老街当然就爱食因的名产，这碗豆腐真特别。这边的名产，现在吃起来真的不一样。这豆腐无同款，甜甜也有瓦萨比的气味，名产也有这鳄鱼，当然嘛爱来交关一下，也有这铁卵，嘛爱食看卖。硬的话，基本上就是要煮7天。第一加入铁卵内面，食起来那甘甜个清芳。再来也有这火车饼，历史已经70几年了，早期是在火车上当点心的。代代传承的好滋味，也有阿婆的炒鸭粿。哦，内底拢鸭了对啊吼。这古早味的点心拢真好食，将近600公尺本基湖老街，沿路拢有闻到饼的香味，也有地芳。上吸引人的就是铁路便当。这铁鸭肉便当是古早味的，本基湖老街上早是无名，大家拢干那称呼鸡仔。这条铁路了是咱的服务集散中心，所以咱是给所有游客来这个所在聚集。所以来而且变成一个游憩中心，形成咱的本基湖老街的历史。有100年的历史，本基湖老街被称为是咱台湾的高分啊！往阿里山的游客拢袂错过这个所在。今日本基湖老街时空瞬间交错，是这个100年老街，让人有岁月所留落的感受。